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邀请到叶步青叶老师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呢2道呢，我自己也很喜欢。那我想叶师傅会挑这2道这个料理，一定有他的原因哦，因为其中一道呢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哦。很家常的一道，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小秘诀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欢迎叶步青叶老师，叶老师欢迎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一碗呢，其实大家看不清楚，其实它就是我们台湾民间呢，在像我小时候像发烧的时候啊，我妈妈就会熬那个仙草。那我们大家可能吃到就是说仙草冻。就甜的嘛，哈，像爱玉一样，就是夏天的时候是很退凉。其实这个仙草它煮成咸的哦，也很好吃。是。那客家人也很喜欢把这个仙草呢，跟所谓的乌骨鸡啊，就是那乌骨鸡呢，来炖一个这个汤哦，其实很滋补，对不对？是。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老师呢，在这道这个经典的这个仙草鸡里面呢，到底会另外再加上哪些这个食材？好。原则上，我们的无骨鸡呀，我们先给它穿烫啦，哈，是，大概做一个灭菌的动作，是，那穿烫完之后，我们准备今天有的食材哈，那当然了哈，我们会有我们的姜片，对不对哈？我稍微给它做一个水花片的一个动作，连放进去的姜片，老师都要把它变成雪花片，好，再加上我们的莲子，好，那另外啊，我们觉得就是把它结合成有一个养生的一个部分啊，有我们的红枣，是，枸杞子，那这个呢，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对，大家都会知道说我们其实夏天会用这个我们的仙草鸡嘛，那我们人参的部分，我们用西洋参来再提高它一个养生的一个。所以老师呢，他真的是说养生呢，因为仙草它是比较凉，那就搭配这个红枣啊、人参都是比较滋补的，然后平衡一下呢它的这个寒性哦。那我们羊菇可以把它就稍微，其实整颗切就可以了啦哈。假设要比较好看的话，可以把它去蒂呀哈。那在这个蒂的部分，只要轻轻一折，它就开来了哈。这样子很讨喜，对哈，圆圆的一个部分哈。好，我用很快速的时间把它切完。所以老师，你那个仙草是用干的这个仙草去泡，还是说要煮过？原则上我们那个仙草我们就是去晒干之后嘛哈，因为买回来啦，当然就像我们的香菇一样，先泡水洗干净嘛哈。那我们大概经过至少要熬个2个小时，让它浓缩这样子。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那熬仙草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像我夏天。我们都会熬一大锅的这个当成开水再喝。原则上水跟我们的仙草原汁，原则上我们是采用1比1哈。那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新香料下去，有我们的姜片，那跟我们的莲子哈，莲子我们是已经有泡过水了啦。这个是干燥的莲子哦。如果你想要用新鲜的莲子也可以，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放下去哦。是。因为它新鲜的莲子大概10分15分钟就已经熟烂了哦。是。所以比较不适合，孩子会建议呢用干燥的这个莲子，就像我们煮这个四神是。四神汤里面都会有这个莲子嘛。是。好，穿烫好的乌骨鸡呢，我们就把它放进来。那我们原则上鸡肉，我们大概先去给它熬煮哈。好，那这边需要一段的时间火候来去做一个烹调。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时候放会比较适合呢？这个部分哈，那原则上我大概会跟我们的一个羊菇，大概是原则上是大概是，譬如说是鸡肉已经我们先煮个10分钟、15分钟之后，对不对哈？味道大概都已经 OK 的时候，我们才去加入哈。那事实上，我们的羊菇我们也知道只要穿烫大概就可以 OK。它跟我们的那个杏鲍菇一样，假设你煮得很久，它有一点会有缩的那一种感觉所以都不要太早放哈。好，我们在这个煮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浮沫那我们要让这个汤比较清爽的话，记得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捞掉那借着这个同时，我们把它捞干净、处理干净之后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就要放入我们的一个浓缩的一个仙草汁了
再开大火哈，等它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小火就可以了。然后大概熬个10几分钟之后，我们再把其余的这一些食材呢再丢进去哦。好，那我们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们鸡肉跟我们的仙草汤汁已经熬了10分钟了嘛哈，那我们一样再把上面的杂质我们给它去除之后，我们要加入我们其他的一个一些配料哈，把我们的人参、我们的枸杞，还有红枣跟我们的那个 mushroom 都丢进去。对哈。那在这边我比较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道菜原则上它不需要太多的一个调味哈。那因为会一个人的一个喜好啊哈，那你会适度的去加我们的盐巴，或适度加我们的一些酒。那我建议是加一点点酒去做这些食材的一个桥梁啦哈，然后吃起来会比较回甘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大概今天我们的仙草鸡汤已经熬了20分钟左右嘛哈，去个薄膜完，去的那个渣完之后哈，其实可以依我们个人的喜好哈，去调一点点盐巴，或是加一点点酒啊哈。那我们今天比较养生的一个料理，我是不加盐巴了啦哈，我们就加大概1大匙的酒哈，让我们整锅的汤整个润合在一起哈，那感觉它就原则上就 OK 了哈，已经大功告成了，再把它烧开就 OK 了哈。好哈，那在滚的时候就 OK 了哈。那我们先取我们的肉啊，我们给它装大盘一点。事实上，这个在我们月子餐中心里面啊，哈，真的广受好评啦。坐月子也有这道料理。那是在后期，我们前期的时候也是用干贝干贝珍菇鲍鱼鸡汤哈，那个是就是比较补一点的。是，因为坐月子，假设我们一般大概都会分3期到4期左右嘛哈，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一个属性疗程啦。是，所以一般来讲，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第1期、第2期、第3期，像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啦哈，我们有我们的中医师来做调配啦哈，那也有我们的营养师来做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哈。是。那据个人自己了解的部分，假设你是剖腹产生的，第一周或是前2、3天呐哈，就是不能吃比较胀气的东西呀哈。因为有伤口嘛。譬如说根茎类啊，什么芝麻。这个也不能吧，就是说麻油的应该也不行吧？是哈，那个尤其是第1周就是要去做恢复期的部分哈。那我们其实我们是做客制化的菜单啦，哈，那一个妈咪嘛哈，她从生到最后做完月子啊哈，我们都是做客制化的一个菜单来做。老师，你一直讲客制化，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客制化？那譬如说，你假设是剖腹生产的话，第1期我们就避胀气呀哈。那现在的妈咪就会比较她譬如说啊，她有很多东西都不吃的。譬如说海鲜类啊，然后什么虾子啊哈，然后有些人皮肤会比较不 OK 的，只要妈咪有交代我们的专员，我们都会做客制化的一个服务啦哈，避牛肉的啊哈，也有不吃猪肉的避海鲜等等。好，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老师的领域，只是在这边提醒大家呢，像我们华人比较重视坐月子嘛，外国人他们没有坐月子这一套啦。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呢，百忙之中带来一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是客家料理就是这个仙草鸡。那另外一道呢，就是怀石的这个脆皮豆腐。那脆皮豆腐我刚刚尝试了一下，那个口感真的是很好，就是外酥内软。那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鸡蛋豆腐来做呢，失败率可能就会比较没有了哈，等于是零失败。那我们非常感谢叶步青叶老师，那也感谢全球的观众朋友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谢谢我们美丽主持人，谢谢老师，观众朋友，拜拜。